将军，再往前30里就是景州境内，您看是继续行军，还是？给蓉儿送信的信使至今未归，昆京城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心中没底呀。可国公在信中不是说，一切都已妥当？再等等看吧。瞧，瞧。 前日里父亲托人送来的密信，说国公齐振命他率5万定远军开拔北上，但父亲生怕出了什么岔子，这才特意向蓉儿打听。哦，你可知道，驻边大将私自率军进京，这意味着什么吗？ 谋逆。你心里清楚就好。皇上，蓉儿自知这是诛九族的大罪，父亲虽然犯了糊涂，可我这做女儿的却不能跟人一起糊涂。这封信该怎么回？还请皇上明示。 哎呀，多聪明的女子，只可惜生错了人家。唐伯年的一举一动，我了如指掌。倒是你，这般的通情达理，却牵连进这桩谋反案，可惜。皇上！ 臣妾早就想清楚了，我已经嫁离了唐家，我便不再是唐家的人了。如今皇上的安危，便是臣妾的安危；皇上的敌人，便是臣妾的敌人。臣妾，还请皇上看在臣妾这一片赤诚忠心上，饶了臣妾。臣妾不想死。哭什么？你父亲的定远军是朝廷的精锐之师，若能兵不血刃的收下，顺带剪掉齐振的一只翅膀，那本王该重重的赏你。皇上的意思是？你说呢？ 蓉儿会知会父亲，告诉他国公已将一切安排妥当。 让他安心进城。父女罪不相及，蓉儿。 你今日所为，我心里明白，你自有安排。谢皇上。赐贵夫人唐芷蓉为永嘉殿夫人，拟定10月19。 良辰吉时，行大婚之仪，加封昭元王后，传谕太原。
爹爹，你别怪蓉儿，你一世英名却跟错了主子，所以无论他是成是败，都终将躲不过一死。而女儿只是要体面的活着。皇上，有什么事说吧。皇上，不如臣妾先告退。无妨，直说便是。蓉儿又不是外人。是。定远将军唐伯年率5万大军私自进京，此事我早就知道了。可人马走在半道上，突然凭空消失了。哦。蓉儿，怎么了？臣妾只是替皇上担忧。我确实担忧，这好好的人马，怎么就这么不见了呢？莫非是国公他？齐镇也已派了大批人手，正在寻找，只是人马全无踪迹。唐伯年现在人在哪儿？已经关起来了，派去的都是极为可靠的高手，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。齐镇的人绝对不会找到唐将军。好生看着。是。你知道为什么把唐伯年关起来吗？父亲有罪。有罪不假，但罪不至死。可如果让齐镇找到了他，你的命也保不了了，明白吗？蓉儿明白。